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结果出来了，4位参选人林岱华、柯义莹、柯志佳甲赖瑞良，最后是赖瑞良胜出，甲第2名的柯义莹差无到1个百分点。赖瑞良将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市长。 高雄市长初选的民调数字最高的是赖瑞龙。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结果出来，立委赖瑞良抢头旗，伊嘛出面说多声感谢支持者甲小听。接下来的挑战，我一样会真诚无畏、初心不变。那我们会全力以赴，好为一生深爱的高雄来全力奉献。安那伊的对手马上祝福，柯志佳该恭喜，强调未来挑战会同齐团结守住高雄。林岱华讲，只要初选的制度公平，无脱党分裂，会用行动来斗整合。竞争上面激烈以外，也非常接近了哈。那我想再次的感谢3位我优秀的兄弟姐妹们、优秀的同志们，我们都是高雄队，然后我们都要一起守住高雄。民进党高雄市长党内初选真竞争，由柯义莹、赖瑞良、柯志佳、林岱华4强对决。初选的民调由3间民调公司伫咧1天内就处理好势。赖瑞良以59.9995的民调赢过柯义莹的59.307，两人敢若差0.6188。赖瑞良确定满阵跑出战，安那市长陈其迈嘛来给恭喜。未来就是柯真跟赖瑞龙的一个决战，甚至你可以说是柯真跟新潮流整个的一个决战，资源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未来高雄市长会是一个以小博大、逆转的一个方式。赖瑞良除了做过3届立法委员，对高雄熟到有寸。伫陈局市长任内，做过高雄市海洋局长和新闻局长。出名政绩就是2013年，成功争取到黄色阿米亚伫咧高雄展览。这一面党内初选过关，敢有法度延续历史之情，顺利接棒市长陈其迈，外界拢真关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